咱听讲五地主家有高雄少年抚育院，甲高雄少年的观护所。请问这是啥物所在咧？在地讲起来阮对迄个所在印象内底就是叫做感化院啦当然尾讲改叫抚育院你感化院，阮逐个称呼都是称呼感化院迄当时我会感觉就是讲内底就是关挂遐个少年犯我毋知影讲尾听讲迄个内底都有分啦分两边啥物遮个代志，阮在地人都毋捌去特别去想要去了解啦当然伊尾因为伊是中正路边嘛所以伫高雄的发展内底讲起来，阮捌有听着讲，就是市政府需要迄块地人工要做开发伫未来可能会做起大楼啥物商业啥物迄个大楼所以伊伫高雄市政府伫燕巢有出一块地下面烧换安尼因尾因即个感化院就搬去即个燕巢目前就等于那是荒废就是伫遐做停车场，有人伫遐经营停车场要去咧高速公路，通常都会伫遮坐迄个较早叫做游览车也好，还是即个长途的即个公车也好伊若要车要停，迄个所在算真好势安尼。